合报道。继续关心咱明年的选举，2024总统大选，民众党郭文哲昨昏提出伊的金融政策，伊讲伊要定期金融并推和演练，而且嘛讲要改变咱扣税制度。另外，民进党的赖清德昨昏伊是接见国际农业青年大赛，学了咱台湾的农产品，即马外销的所在是美国占上济，已经毋是中国。伊嘛鼓励咱台湾的少年人爱行向国际。另外，国民党侯友宜是强调伊的新自民政见，伊主张中国配偶摕到身份证的年限，伊要甲改造和外国配偶平等。最近定下传出治安问题影响金融市场，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10日提出金融政策，要定期金融安全并推甲应变演练，强化治安，翻新税制，独立透明，会当扣税的货币机构，翻转加利率、加汇率大大的帮助甲经济发展问题。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甲金融小保局，也要成立主权基金，加强国家资产，搁推动智慧金融。中央银行因为它被背负了一个责任，所以它很难翻身因为它每年要缴整个中央政府总收入的10%，它可以变成一个比较独立的单位，来帮助台湾的产业发展。民进党赖清德是以副总统身份接见国际甲农业青年大赛访团，多咧感谢友邦圣罗西亚停台，强调台城有农业旅游合作计划，佮较讲到，即卖台湾农产品外销第一名是美国，毋是中国啊。毋望借青年大赛团合作，强化甲其他国家同流，也鼓励青年加入国际。我也很希望我们台湾的年轻人能够多到海外，多看看世面，所以我有提出一个100亿的海外圆梦基金。国民党侯友宜是出席宗教活动继续股票，也毋过是带内容流费，所以也出强调集团伫2018年、2022年2摆新北市长选举中，涉嫌违法用人头、关政治现金，和侯友宜总额超过1000万，提出侯友宜也随反击。所有的政治现金都可检验，一切按照所有法令规定来办理。在68是移民制，伫这一日侯友宜佮表示7项新住民政策，包括6批出的身份证年限比较外批，新住民护薪全面立健保等，成立移民委员会，推动新住民基本法等等，表态守护新住民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